Hello， 欢迎收看《高高广哈位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来到台中石冈，看看我后面的谷仓，相当特别，因为它已经有70几年的历史了，而且是块木打造。特别的是，它不是废弃的哦，现在被客家妇女拿来做2度就业使用。到底有多特别？带大家去看看喽。台中石冈这座谷仓相当有历史，也充满石冈人的回忆。游客可以入内参观，里头有很多的老古董。而负责导览解说的是在地2度就业的妇女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这里面呢，这个都是稻米的输送带。对，这个稻谷呢是在当初停产的时候都留下来，已经都有30-40年的历史了。木头呢，都是用台湾最好的块木做的。原本这座谷仓因为缺乏经费，闲置许久。但最近提供在地妇女就业，重新再开张。而特别的是，来到这里看老古迹之外，还能够做很多客家 DIY 的体验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做的是那个客家灯笼哦。首先呢，把那个灯笼撑起来，花样呢要贴到哪里去？位置在哪边？先看一下，构图一下，教大家 DIY 发布灯笼动 U T set， 而且自己 DIY 也更有意思。等等，看我做的发布灯笼美不美啊？来镜头看一下，转一下给大家看，还不错吧？今天要教大家的客家单字就是发布、花布。今天请到杨桃姐姐跟我们一起学这个客家单字：花布、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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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布。谷仓防震效果佳，还能够见证早期碾米的历史。现在有客家妈妈进驻，帮忙导览解说，教游客 DIY， 也让谷仓活化更具有意义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来到石冈这边，跟着妈妈一起做这些花布灯笼，真的非常的有客家风情哦。重点是学到新的词，一起来复习一遍吧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呢，就是谷仓、谷仓、谷仓。第二个词呢就是花布、发布、发布。第三个来学到一整句话哦，来看到这句话就是花布灯笼很有特色，发布灯笼当住铁色，发布灯笼当住铁色。你们都有学会了吗？下一次动手做做看吧。重点是把今天学到的词多多练习。下次见，拜拜。